世上的人啊，问佛缘，要有颗纯洁的心，不为红尘，不为欲，只为一颗菩提的心。前世种下的因，今生要修成佛。唵嘛呢呗咪吽，唵嘛呢呗咪吽，今生要修成果。前世我是谁的谁，今生我又在等谁？前世我是谁的谁，今生我在修佛缘。